首先進場嘅係南方選手，佢係代表 Let's Box Gym， 請大家歡迎施品宣。紅方選手代表 Badger， 請大家歡迎崔中橋。呢場亦都係一個算係細磅嘅女子嘅泰拳嘅比賽啦。哇！我哋睇到真係南方嘅施品宣啦，佢嗰把頭髮我睇真係要紮好耐喎。佢把頭髮應該係出去揾。係啊，佢真係一定要出去揾人紮先紮到咁樣嘅喎。佢哋係要有 Y 箍嘅儀式嘅。係啦，咁呢場比賽係有 Y 箍嘅儀式啦。咁啊，對於 Y 箍啦，就冇人夠你熟㗎啦，家俊。就係世界賽嘅金牌得主莫家俊，可以介紹一下啦。施品宣，我都唔知佢中文名添到啦，我就係知道佢個綽號咧，佢係叫 Super Baby 嘅。之後佢話尋日咧就揾我學咗點樣跳呢個 Y 箍啊，咁陣間睇下我可以欣賞一睇佢會跳成點。係啊，我哋現場咧見到呢啲即係熒光牌啦，同佢打氣嘅，寫住 Super Baby 嘅。咁佢係來自台灣嘅選手嚟嘅。之後紅方咧就係啱先都有出場過嘅紀思樂嘅女朋友仔。係啊，我見到佢哋兩個都一齊練拳啊，咁啊跟住落擂台嘅時候都拖住手仔嘅。情侶檔啊！如果真係男女朋友兩個咧，都係醉心於同一個運動嘅，其實係好事嚟嘅。係啊，所以我係好事嚟噶。阿陳偉傑阿 Jackie 就要揾翻個女朋友啊。係啦，佢成日都話想揾女朋友，最近佢話佢自己失戀啊嘛。係啊，係啊，啱都想叫你知道一下。喂，跳得啱啊！掂啊掂啊！咁大家都可以咧一齊欣賞下啦，就係施品宣佢跳 Y 鼓跳得好好啊！係啦嘅優美嘅姿勢啦。呢個係一個化妝啦，Savoy 白 band。左手就好似拍鏡咁啦，之後右手就好似幫自己抹粉咁樣樣。點啊頭靚嘅，然之後就起身，係估完成啦。話時話啦，男拳手會唔會有呢個化妝動作？都會一樣會有，都會有嘅，比較少見。除咗朗東之外咯，但係朗東我當佢係女㗎啦。好，第一回合準備開始啦。點讀啊？跳，徐中跳，徐中跳。Super Baby。我哋見到 Super Baby 嗰啲熒光板啊，啲打氣板。係 Super Baby 啊！好，第一回合準備開始啦。呢場比賽係打3分鐘一個回合嘅。嗱，開始嘅時候大家都係比較多掃踢功夫啊。最中意開直撐，攞
攞好個距離、遠距離踢為主。施品圈連續2個中數唔中，嘗試一個假動作踢有數嘅，但係一個後手直拳應嘅，再跟低數，連續2個。一個直撐嘅低數，跣腳啫冇問題嘅。阿明冇問題，紅方選手繼續企起身，篤腳再打一個拳跟腳嘅 combo。一後手應嘅打到波。你睇下施品圈啲頭髮真係亂到遮住咗眼喎，睇嚟真係可能有影響㗎喎。係啦，咁數。但係佢都好勇悍嘅，佢一路步步進逼嘅。攞中數，即係明顯係。嗱，2個中數 ，1、2中數。啲攞佢踢係嘛？最重要嘅高數都幾有力啊！哇，施品圈連續幾下，再嚟撞失。徐仲橋又回敬咗一下。冇動作，拳正日分開大家啦。攞高數。嗱，徐仲橋嗰啲高數真係都要留意一下。一係又中腰。施品圈係好有信心嘅，咁啊一路都係步步進逼嘅。進逼啊！3碼拳跟腳。哇！左下拳幾下，再嚟入室，前鬥再掟，再失。施品圈嗰個技術係幾全面啊！直撐嘅高撐，再跟腳。第1回合完。第1回合咧頭段嘅時候咧，其實大家係比較接近嘅，但係到尾段嘅時候咧，就個優勢就比較明顯喎，係南方會比較好。係啦，施品圈係越打越順啊，同埋越嚟越有信心。而且佢係明顯咧，你睇到佢係有好多假動作啦，去 set up 下一下攻擊嘅，即係踢啲腳咧都係明顯係有力好多啊！第2個回合咧，我哋都睇下紅方選手咧會唔會有咩策略去應付啊？係啦，因為都需要做一啲調節嘅，因為喺第1個回合臨尾嘅時候係已經係俾對方控制晒成個戰局啦。助手離場 ，seconds out。好，準備第2回合開始啦。好啦，第2個回合開始咗㗎啦。睇下咧就係徐仲橋有咩方法啦，係可以將個局勢咧係扭轉啊！施品圈直插，再嚟中數。都睇到佢啲掃踢係比較兇狠啲嘅。反而徐仲橋咧就係佢還擊嗰啲掃踢咧。一力水欠奉㗎，Super Baby 都幾有力下喎，推住面再入室入爭，幾兇狠㗎佢嗱佢而家佢抱前嘅時候，佢除咗係失撞之外，佢再加個作爭啊！徐仲橋都有嘗試揾機會攻擊，但係啲力量唔係太強。係啦，我就略嫌真係徐仲橋嗰啲力量真係爭啲嘅，咁但係現場我哋感受到施品圈嘅力量係真係強㗎。徐仲橋2下低數，
嘗試高數。阿蘇菲明顯力量係啊嗱，即係你又中一拳，我又中一拳，即係你又中一腳，我又中一腳，但係你睇到個力量係唔同㗎。哦，跟腳再跟拳，再掃踢腳都有，再上膝，左撐，哇！又撐得好遠啊，跟住就跌埋落地添啊！我起翻身冇事啊，仲可以繼續。阿徐仲橋又撐咗一腳嘅，咁但係明顯地真係個力量唔夠對方嚟㗎啦。咁啊呢個時候即係唯有打技術啦，你力量真係唔夠對方嚟㗎。有數，再跟一個左手。啊右前撐又撐到咧腳部都歪晒。開始前奏啊，入室。第二回合去到最後30秒啊！嘗試下右踭啊！好啦，而家兩個動作收翻慢少少啦，點都要留翻啲氣打下個回合啦。第二回合結束。第二回合結束。第二回合咧就越嚟越明顯啦，南方明顯係佔優好多啊，力量上又強啲啦，打擊嘅密度又高啲啦，技術上都比較好啲。係嘅，咁所以就呢個回合就好明顯係來自台灣嘅 Super Baby 啦，係打得好啲啦。助手離場 ，second 收。助手離場 ，second 收。冇電啊，冇電，冇電。冇嘅。又低數跟高數。第三個回合開始咗㗎啦，咁啊睇下徐仲橋呢個回合可唔可以咧，就係左撐扭轉翻個形勢，但係似乎都唔係啊。有嘗試入針啊！你睇下，哇！私品圈咧越打越有信心啊！啊，兩個繼續做咗個抱前嘅，咁但係而家權正健兩個咧就係冇拍出動作，要將兩個分開嘅。越打越起勁啊！係啊，同埋我哋都睇到啊，除咗力量之外嘅，即係你用到嘅技術啦，嗰個全面性啦，都係 Super Baby 係真係多啲嘅。好危險啊！幫我嗌啲人落最後2分鐘。麻煩各位啊，你哋唔好企上擂台上邊啊，你落翻嚟啊！你落翻嚟啊！唔好企喺擂台上邊啊！我2下假動作，佢踢咗一腳，但係真係殺傷力可以再強一啲，就會比較好。但係徐仲橋都真係幾捱得啊！到呢個時候咧，佢都仲好頂到啊！開始放慢咗個節奏啦，因為頭2番都比較係咯，一下又上間啦。踢到2個繼續3個、4個，係太就係。真係要讚啊！徐仲橋啊，仲有失狀啊，攬住仲有嚟幾個失狀啊！呢幾下精神啦！哇！
哇！真係鬥志可嘉，同埋佢嗰個體能真係操得好足嘅。哇！再嚟失咗，呢幾下都比較有效喎。咁就手拳左腳中腰2下，左膝跟住，OK 喎，上翻啦。轉身邊錘。Baby 還翻啦！嗱，嚟到呢啲時間真係體能好緊要喎。兩個 keep 控制住。原來徐仲堯真係個體能真係 keep 得好好啊！徐仲堯打到最後咧，越打越上啦。我試下翻啲拳啦，阿 Super Baby 一個逼爭。比賽結束。好睇。1、2回合咧。南方啊 Super Baby 咧係打得比較發揮得好，去到第3回合咧，紅方嘅徐仲堯又越打越上咯。係啊，因為佢個體能真係佢體能保持得好啊，所以咧去到雖然係第1個回合同第2個回合係處於劣勢啦，但係第3個回合啦，佢反而就係俾大家睇到佢個體能啦係 keep 得好過對手啊，咁所以臨尾我哋真係見多咗好多嘢啊！就連續頂咗幾下左膝咧，係明顯見到有效有傷害。嗱，呢場比賽係雙方拳手係悉力以赴嘅，請大家俾啲掌聲兩位。嗱，呢場比賽我哋係得到一致嘅裁定，南方勝。